全国当咧施行3级警戒，有真侪场所拢无开放。各类公共资讯图书馆要和真侪平台合作，推出线顶借册服务，或者是用目前正受欢迎的电子册，咱做伙来看卖。 因应新冠肺炎的3级警戒，各图书馆、平台拢释出电子册借阅服务。各立公共资讯图书馆伫这段期间，嘛针对防疫踮伫厝内民众提供相关的线顶资源。民众宅在家防疫的话，他最需要的是讲，大家爱煮，大等爱煮的时阵，所以我们就会推跟那个他宅在家就能随时。 可以看的食谱相关的，或者是吃的部分的健康相关的书。那另外的话，譬如说，宅在家也能好运动相关系列的那个书的推播这样子。 各立公共资讯图书馆表示，今年1月到5月和去年同期相比，电子册借阅数量成长45.5%，借阅人次成长52.7%。其中5月的电子册借阅数量，甲去年5月比增加70%。另外，电子册出版社也有明显的变化。最近这几个月来讲，电子册颠倒是伊的量会变大。 大家拢甲较早做过册出来做电子书嘛，较有趣味的变化就是讲，伫个学生高三还是国三的学生都会考量，都开始发生疫情嘛，看排行榜啊，拢是较小漫画啦、小说啦、写真集啊，占据了电子书的排行榜。 这几档因为阅读形态改变，加上疫情影响，电子册有愈来愈受欢迎的趋势。各大图书馆、借阅平台除了电子册，也有电子杂志、电子报纸、线顶资料库、影音平台等等的资源提供借阅。希望疫情期间，民众伫厝内也是当享受多元的阅读体验，满足阅读的需求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